新傳媒 Capital 958城市頻道，現在係由登明報告新聞。美國政府日前宣布，對外國製造嘅品牌或者專利藥品徵收8%嘅關稅。俄國副總理兼貿工部長顏金勇表示，政府已經同本地藥物公司接洽，多家公司都有在美國投資設廠嘅計劃，或者能夠爭取免稅資格。領導新加坡經濟銀性工作組嘅顏金勇，琴日召開記者會嘅時候，亦話，除咗藥品以外，美國本輪關稅亦涵蓋家居用品同廚房配件等類別。政府正同本地製造商接洽，評估具體影響，並且研究點樣在過渡期間提供支持，以協助企業維持競爭力。試驗把含有豬肉嘅包裹送到回教堂嘅一名61歲華族男子，因為涉嫌蓄意傷害他人宗教同族群情感，被控上法庭。主管回教事務嘅代部長費紹爾表示，類似事件可能分化社群，個人應該繼續直接講出嚟，駁斥呢類行為。律政部及國家發展部澄清，疑順致命持刀傷人案嘅倫理糾紛調解並冇進行。當局指出，涉嫌因為噪音問題持刀襲擊鄰居夫婦嘅男子柯阿虛，並冇對女死者在6月12號申請嘅社區調解作出回應，因此調解無法展開。援助低收入家庭孩童同家長嘅幼兒培育輔助計劃，獲得星展銀行基金會資助650萬元，在未來3年內，通過營養護理、心理健康同財務管理等方面，為來自低收入家庭嘅孕婦提供支持，預計2250個孕婦將能夠從中受益。為咗提高血壓管理意識，新加坡心臟基金會將在30家人流量最高嘅街店藥房設置血壓站，鼓勵民眾自行檢查。公積金局嘅人生規劃網推出2個幾月，已經有超過85000個公積金會員使用。新傳媒新聞報導，公積金局在7月份把旗下規劃工具集合在一個平台。當局表示，使用率最高嘅係退休入息規劃工具，其次係醫療保險規劃工具。2025年世界殘疾人游泳錦標賽圓滿落幕，新加坡隊以殘奧冠軍葉品秀摘得嘅1金1銀結束征程。外國選手接落嚟將積極備戰明年1月在泰國舉行嘅亞細安殘疾人運動會。新聞報告完啦。